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陳生 Felix。我哋呢一間280尺就間一房，廚房廁所就唔拆，今日又起貨啦！嗱，今次呢個單位嘅主題咧就係當奶油遇上灰，咁究竟會係乜嘢效果呢 ？OK，咁而家就由我就為大家介紹一下。相同嘅單位，看似一樣嘅設計，實際每個單位都略有不同。每一種形式嘅表達，都係反映業主對審美與品味嘅追求。而作為執行者嘅我，都會盡最大嘅能力，將設計與實際無縫融合。